到咗每年嘅3、4月，又係呢個櫻花時節。咁但係呢，日本聽講話地震嘅風險好高，我已經體驗過311大地震嗰種恐怖，所以唔想經歷多一次。所以今次就跟咗一個去貴陽賞櫻睇瀑布嘅5天團，行程係先喺香港搭高鐵去深圳北站，然後轉呢個動車去貴陽。列車到咗賀州之後，開始見到一啲喀斯特地貌嘅風景。到貴陽第一個景點就係甲秀樓，佢係起喺南明河鰲基石上邊，始建於明代萬曆26年，即係公元1597年。不過而家睇到嘅呢，係已經喺宣統元年，即係1909年重建嘅。今日嘅車程咧都幾長嘅，加埋差唔多有成5個鐘，咁連埋呢個等嘅時間等等咧，就去到貴陽都唔早，所以咧今日嘅景點只得一個。喺甲秀樓逗留咗大概個零鐘頭，我哋就離開去食晚飯。菜式係包括咗當地出名嘅酸湯河魚，好唔好食就在乎於你中唔中意用番茄煮出嚟嗰種酸味。餐廳靠近河邊，可以睇到唔錯嘅夜景，內籠裝修都幾有特色。食物總括嚟講係一般，不過團餐都預咗啦。食完飯就坐車返去安順嘅豪生溫泉度假酒店，酒店房都幾滿意，因為夠大。